双方都创造很多这个 offense 的机会，这边是 Singletary。 他算是比较身材比较高大的一个后卫球员，而且他在防守上面也可以做到很多这个让对手很麻烦的事情。看看钱肯尼守不守得住，换防之后，哇，再来一记，都7中，将近50%的3分命中率。对，在第1节跟第2节，还好这边有 Singletary 啊，目前已经26分了。Singletary 跨大步球进。 好，前面有偷跑了 ，Singletary 轻松拿2分，又是前面快攻的机会，2打1 ，Singletary 踩稳了脚步，把分数放进，是可以去拨球的。Singletary 球给小夫，哨音响起 ，N1， 篮下有机会了，好球 Singletary， 这球也是自己哦，半军当中挑篮不容易 ，Singletary 第2波的攻击有了。 锋线 ，Singletary 3分外线出手，哇 ，Singletary， 也会进进3分球。总冠军赛中锋最好的球应该就是他，没有失误了。好，还有时间，剩下2秒钟，左边的上篮得分 ，Singletary， 3分外线突然拔起的 Singletary， 今天够准，目前拿下19分，超球，超到之后 Singletary 可以一条边，他应该自己上了。 直接来，但 Singletary 也不好惹，切入到禁区，真的不好惹啊！直接投桃送礼了。曾文鼎3分外线一大步投偏了，大号3分，哇 ，Singletary 掌握在塞瑟夫拨出来 ，Singletary 用跑投的方式拿到分数了。曾文鼎今天在外线有3分线的机会，但是他给的是 Singletary。 钱肯尼，Singletary 在上半场终结之前来一个 buzzer beater， 前场快攻的机会 ，Singletary 轻松的上篮得分 ，Singletary 外线出手，马上的还以颜色，跟刚刚 Walker 哪一边会占得上风，其实很难说啊。是 Singletary 率先开张。 辛特利，他拿手的快攻要直接单打 Hicks 硬上得分。曾文鼎漂亮给球 ，Singletary 净算加罚 ，N1 场的最多外线出手 ，Singletary 来了3分球。杰伦酿就几乎是没有上场的局面了，哇！单节的球队策动了新一波14秒的进攻机会 ，Step back， 哇！辛特利个人连拿5分。